今日开始，咱今来关心疾管署是预告讲，过年前的一礼拜，新冠疫情、流感疫情会上界严重，大港会有15000人去为着新冠病毒，若一礼拜内嘛有15万人因为流感去医生看。流感伫今年上细汉的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7岁的查某囡仔，这个囡仔感冒了后出现罕见的脑病变，住院第4天不幸过亡。流感疫情是继续在探开，顶礼拜全台门急诊的类流感就医到127000人次，是最近10年来同期上悬的，而且增加42例流感并发重症，11例死亡病例。年会上细死亡个案是北部7岁查某囡仔，本身无其他本来就有的病，去年10月佮注过流感疫苗，今年1月初发病，佮并发真罕得看的急性坏死性脑病变，住院第4天就死亡，变作今年上少年的流感死亡个案。并发这样子的罕见的这个脑病变呢，这个致死率是有可以高达70%，就是它30%到70%，而且这个病况会变化的比较快速，脑病变的状况比较严重，那也无法这个自主的呼吸，所以在住院第4天不幸的过世。那流感新冠疫情嘛，同款的起来，而且在流行期，顶礼拜增加538例并发症，创5个月的新冠，55例死亡病例嘛是4个月以来的新冠。疾管署提醒讲，拜6礼拜冷气团都要来啊，加上拄着买价加侪餐会活动，病毒传播的风险提悬，新冠和流感疫情可能在过年前到高峰。春节前一周，1月28号到2月3号这一周呢，2个疫情都会来到最高点。估计类流感的就诊人次单周在13到15万人之间。那新冠的部分可能单日会在1.2万到1.5万人左右。因为hiệu就要来啊，新冠肺炎加上流感相病毒都要来到高峰。疾管署提醒家长要较紧带囡仔去注疫苗，尤其是囡仔流感疫苗，未满9岁第一摆注的，阁有59000人未注第2剂，保护力恐惊是无够。另外，考虑到全球新冠疫情第一观点，对17拜3开始，增加伫金门小三通的港口和高雄小港机场入境的所在，定点提供新冠家用快筛试剂，欢迎旅客去那来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